同学们晚安，我是岳云老师。今天在教室，我们下午唱这个林青帮。唱完之后应该给大家检讨一下了啊。唱怎么样谈一些比较有一点小瑕疵的地方。不过拍姐今天里没时间啊，只好呢回家啊。今天晚上没课，正好来跟大家聊一聊。来，我们从前面来看。人生啊，这个啊呢，请你务必要上去，要够上去。人生啊，那最忙。看到课本了吗？大家要看这首，我们要来研究讨论一下这首歌了。之前呢，希望大家，因为如果你用手机看这个画面很小很辛苦，眼睛很辛苦。你用平板也没好到哪里去啊，除非你用电脑，那画面就会大一点。那既然是这样，请你把你的课本打开啊，你看着课本啊，你看着课本呢啊，那这个画面就不会那么看起来那么小，那么辛苦了。来，我们从头来。人生啊，二三，那最忙做这个 no。拉最忙最是做是 re do， 那后面还有一个1/4拍的 do， 所以那最忙，那最忙，所以这个前面呢，这个忙是2/4拍的地方才下歌，不是那最忙，那最忙错，那最忙，还有这个挂，它只有1/4拍，所以还很短。停，我想要弯弯再次来。停，我想要弯弯再次。停，我想要弯弯，结果拢无讲。港有转滑音，请你务必从 re 滑到 mi。其实我们唱台语歌曲比较多滑音啊，比较多技巧，比国语歌多很多技巧。那而且呢，台语歌有很多我们今天有问了一下下哈，很多同学这个你看到字人生啊，那最忙无法度马上就转换成台语啊。这讲起来就是参像我上日文歌一样，就是说阅读速度比较慢啊。人生啊，那可能要想一下才最棒，对不对？我的日文就是这样，我的日文我不是不会念，而是我的阅读速度太慢。所以我唱歌我就一定要唱慢慢的歌，快快的歌我都我几乎要注音那所以我今天在教室才会觉得说，我们如果第一堂课教林星帮。那第二堂课呢？第一堂课教没有，比如说像今天这样，上半场教领星忙，那下半场呢就是验收。那下个礼拜呢，我们把像我现在这个样子，把领星忙讨论一下，检讨一下，把大家上个礼拜唱错的地方我们来多练习一下，然后下半场一样给大家一个。这个复仇的机会，上个礼拜唱错的地方，借着我们刚才的练习，把它重复练习一遍那这样好像也不错嘞而且呢这样子就会让你咬字比较清楚。也许你会觉得那台语歌这样，那国语歌要不要这样？其实以演唱的技巧来说，你的技巧学到了，你拿来唱国语，拿来唱台语都是一样的。只是因为台语歌比较多人是没办法字正腔圆的读台语，所以我才会有这个想法不知道我这个想法大家觉得还行吗？如果还行，我们也可以下一期的课本上了，我就这样来做。你台语歌拢唱2礼拜国语歌唱1礼拜歹势讲到倒位去来，咱个继续来你这个我这个只有1/4拍停，我想要弯弯。婉婉前短后长，结果前长后短，结果拢转音滑音无更二三，这个港不同的同有滑音，请要带进来。我又来了，跟前面的这个我一样它半拍然后附点，所以只是3/4拍呢。休息这个我破心天满空蛋，只有1/4拍。来，请大家准备好圆珠笔，注音一下好吗？我破心天满空蛋有人考空蛋对不对？但不是空空个用空蛋的，不是空蛋
啊，空等啊，天满天上的天同音，我破心天满空等啊。我现在来检讨大家今天下午演唱的这个小小瑕疵的地方，当然就能够想象得到哪一个字应该怎么说。可是事实上，我在上课的时候，你觉得大家觉得我可以讲得这么细吗？那这样我们一堂课一首歌教完，下面的那一半段根本没时间唱歌，因为没有时间讲这么细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因为台语歌技巧比较多，我们要不要上2堂课？拍谁又讲到题外去了，来重来。我想要弯弯。结果拢无讲，请你要收尾音讲。我破心天满空等，我破心天满空等，我破心天满空等。咪瑞咪咪瑞哆瑞哆嗦啦，哆瑞哆是一个切分音，你就灵感对我还对我还也是前短后长来听，你就灵感对我还，我要如何搁再将你啦？搁一摆来，我要如何搁再将你啦？记得让空音口是闭口音，一定要收尾音。啥人亲过世间有我当，啥人亲过世间有我当。有人这个世间，对不对啊？你自己念什么，可能现在都忘记了，但是事实上就是有人呢，啥人亲过世间有我当，不是世间。啥人就是言语啊，我们所用的言语啊，就是语言呐哈，言语哈，啥人亲过世间有我当，不是世间啊，啥人亲过世间有我当，情若千金也会变孤单，情若千金也会变孤单，最多人是这样的，变孤单是什么？不知道啊，当。金银财宝啊，这个拍档股下有没有啊？这个破铜烂铁啊，这个歹铜旧习啊，这个情若千金也会变孤单，我无一粒香。大部分的同学这个字都不够开，怎么样？你嘴巴不够开，音不够开的结果就是闷闷的。你要你的声音亮亮的，很漂亮，请嘴巴要张开往头上去。我无一粒像我们叫猫一样，下巴继续往下面拉到你收尾音为止。要收尾音。我无一粒时间等人来，等人这个字最多人念错，时间等人。对不起呢，老师，那你也对跟错的标准是啥那就是我所谓的对错，就是我们唱的跟杨哲不一样时间等人。他读的是而且我圈起来闭口音。那某单郎是不是某是闭口音吗？不是。那呢？就是闭口音，所以我圈起来，很清楚的跟大家报告，这个字是是闭口音哈。阿狗时间单郎。这个拉时间2、3等人，这个这个是后半拍，请要唱出来。时间等人，岁月已经已出白头鬃，缘分不由人。来。岁月最这个地方最容易错。时间2、3等人2、3，岁月
已经你出白头鬃。有的同学呢，这边有发现你手忙脚乱吗？为什么？因为你睡怪太晚出来了。所以呢，这个字呢，这个歌，这个因为你那个 Miracle 你没有唱睡关，可能在这里一经才唱睡关，那这个歌词就会一直往后面挤，哇，挤到后面，奇怪，我还有2个字还没唱，可是这个北桃章已经唱完了，那因为你 delay 了啊，时间啊。暗淡人，岁月已经你出白头鬃，缘分那二三不由人，不由人，在此不由人，心眼关放心有。附点心眼关放二情眼关放，聆听那定来机会。这一句是这首歌呢，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最难唱的地方。啦啦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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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哆。你有像我这样练吗？我怕唱不好，我就是这样练的。而且你这个啦啦哆，聆听那定来机会，聆听那定来机会，聆听那定来机会。上个礼拜我们在教室就是这样唱的，对不对啊？但是很大部分的同学啊，50%以上的同学这一句都是唱的不对的哈，因为这个领星拿顶来就会背呼，这是4连音，可是第一个音不唱，只唱后面3个音。那但是你练习，你唱领星拿顶来就会，领星拿顶来就会很熟了之后，请务必要从前面这一句来接唱来练。为什么？因为那个这里有一拍啊，完棒有一拍，然后你马上要领星拿，你可能抓不到这个恰到好处的地方，所以要从前面来练，你才知道你练的对不对。好，来，情哆哆啦嗦啦嗦咪咪，情也唔关放，宁静那定来机会。好，来，我把这个零给它数出来，来。情也唔愿放，听人生那定来一回甘会当，如我所愿，我没有拉，我没有那个拉长才收尾音，我直接就收尾音啊！来，情也唔愿放，来，情也唔愿放，听人生那定来一回甘会当。如我所愿，好，就是这样子哈。那这边呢，间奏，如果大家要继续唱的话，间奏3小节，然后1、2、3，人生啊，大家有听出来我那个啊怎么唱的吗？啊，我唱的是渐大，人生啊。我这个啊一出来，so mi 唱完，后面要拉长这个2拍的时候呢，我就放大音量，继续大，继续大。你肚子撑着往外面推啊，肚子撑着把空气推出来。人生啊，那最忙这个 A。忙前面的这个半拍，你有唱出来吗？那最忙。我想要圆满，结果拢无共。我盼心天满空等，你就灵感对我还。我要如何搁再将你揽？谁人经过世间有我当？情若千金也会变孤单，换无一理想。时间啊，唔等人，岁月已经你出白头鬃，缘分啊，不由人。心眼关放二，情也唔愿放，听人生那定来一回甘会当，如我所愿。我们唱到第2遍了，对不对？这个如我所愿，完呢，
如果守关，来了，你看，如果守关，如果守关，马上要接副歌，时间啊。等人，岁月已经染出白头鬃，缘分啊，不由人，心也不愿放，情也不愿放，听人生那定来一过甘会当，如果守关，停停，哎。这样这首歌就唱完了啊！哎，刚刚呢总结给大家，这个重点提示了一下这首歌哈，哎，今天大家演唱哈，比有小小问题的地方哈，请大家打开你的课本，跟着我刚才的教唱呢哈再练习一遍啊，希望这首歌就能够唱得更有进步啊！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